特别过年咯，台北花市对2月初5到初9哦，伫过年前5天连续108点钟拢有开市，也毋过哦，花的计数会淡薄仔起，大约会起5%。民众当咧经过年要摆的花，台北花市内底贩仔嘛赶紧补货，因为年就要到啊。台北花市为2日开始，延长营业到下晡3点，为着方便民众采购，为2月初5至初9，新正的前5天连续营业108点钟，无休困。比较大宗还是以百合为主，因为百合一方面它产量多，二方面它其实也是算耐放的花材。那再来其次的话，可能就是像这些国产菊花类，一方面它颜色讨喜，二方面也比较好照顾。我觉得比往年贵。但是贵的幅度没有很大，最主要我觉得花的，你可以搭配的东西变少了。台北花卉产销公司表示，目前大部分的民众是以买观赏期较长、蝴蝶兰等规盆的为主，若规买主要是以百合、菊花、甲银柳等较侪。因为观赏期较短，大部分会集中伫咧新正的前5天来买，估计这种规买总供货量会是903800，计销差不多起5%。节前的5天，整体切花的供货量大概是90.3万把。那相较于去年112年同期，整体供货量是差不多的。那整个切花的供量是充足的，盆花供货量也是充足的。这里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民，甚至全国的人民呢，大家都尽量的采购我们国产的花卉哈。然后让家里呢更添喜气。为了了解国产的花供销的情形，行政院长陈建仁透早嘛去台北花市，关心春节花的供应敢是有够，嘛呼吁民众尽量买国产的花，增加喜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